4月13号，其公安局其农苏牧区综合执法局在科尔沁沙地双千万亩综合治理工程阿古拉项目区，对涉嫌聚众扰乱工程建设施工的阿古拉镇舍根嘎查13名村民现场强制带离，依法处理，有力打击了破坏我旗生态林业建设的违法行为。其公安局4月13号通报称，自4月5号以来，阿古拉镇舍根嘎查俄某某、铁某某、保某某等村民以占用牧场为由，阻碍科佐后旗人民政府阿古拉镇舍根嘎查西南侧公益林区内建设的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双千万亩工程29号施工现场，阻碍时间工长达8日，严重扰乱单位秩序，对施工方造成重大损失。其公安机关及时采取行动，对其进行了强制带离，并依法处理。在4月10号，我们公安机关接到报案以后，赶赴现场，利用11号和12号2天时间，配合这个苏木乡镇政府对老百姓进行说服教育，包括政策和法律层面的。但是老百姓呢，概不接受我们的这个说服教育，于今天继续纠集30余人在项目区阻挠施工。在不得已情况下呢，我们请求地方公安对涉事的群众进行抓捕和驱离。经审讯，俄某某、铁某某、保某某等13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其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1之规定，对其分别给予行政拘留10日处罚。下一步，对整个项目区的周边村屯，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如果再次遇到这类似阻挠施工的行为，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绝不姑息。年初以来，我旗以打造国家级生态示范旗为目标，加快推进林业生态建设。目前，全旗已形成生态造林绿化的浓厚氛围。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科尔沁沙地双千万亩综合治理工程是我市为加快防沙治沙步伐、改善沙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而制定的重大项目，是推进我旗生态工作的重要抓手。在此，我们呼吁广大群众要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增强生态保护的自觉性，自觉配合，积极参与，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共同建设山清水秀的美好家园。